此府里美娇娘，你咋为我是何人？少爷哈哈欲为民啊，吏部公子就是我，见你美貌激动了心。今日里天师娘愿去为那个枪，快在我回家祝福啊！我把你光露小眼睛，胡言乱语想出声。你这个骂我！我是吏部欺负娘，生来的我家比他10分。吏部小小吏部上司，不知道我家小姐是当朝最小的女千年轻，为啥当官不愿意，列送官府要你一命。官家子弟我拼命，一女亲光冠启程，去年经费，去即将所见带路为父们。妈，原来你就是李相国的千金啊！呀！果算是名不虚传。像我现在前往相府托媒举妻，被他拒绝，今日一路相逢，岂可放过？李家阿妹呀！李家阿妹真漂亮，可别是有理让我走一家。阿妹啊，我的托媒来聚会哎，为何不肯加入了小子们，哟，看好了，路是我的，是，路是我家公子的。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做什么？我想与你家小姐攀攀亲眷。哎呦，阿妹呀，你我父亲同朝为官，你我一日同享，一日世家。哎，你我兄妹之间亲一亲也有什么紧要？快叫我滚开，不然我会要喊人了。喊人？哈！在这西安府里，谁敢管我少爷的事？小子们，要动手！是。给我滚开！仔细。谢美丽，我劝你个人日少门前雪，须管他人瓦上扫。呸！今日里你一张事实还算良，今日里金山秀中抢姑娘，啥不见起走滚开，须管我上拳我裤裆。你尽管老虎队上跑苍蝇，杀在仓皇就将你绑。谢美丽，你不要见你面子，你不要，小子们，有打死！呸！
当官恩不轻。且观路见不平，必应相子。这位英雄真心大义，大吉。人生名怀喜美平，本是属下何等家道中路自不易，3年也无有心，金沙长雨桑花塞，儿算路见抱不平。原来你就是西公子。哎呀，怪不得西王府人人都称道公子见义勇为。小姐，我的名不虚传。我家小姐来当朝里相国的千金，请问公子相救，理当拜谢。原来是李小姐，小姐请何所为夫，免得误杂临期风波，小生就此告辞。公子雷武，常言道居上居到底，我自立三层，金问一应，望其公子武松一程。此次一同下山去吧。多谢公子。小姐请。公子请。花山下雨扫，仙草江凉。谢公子迎呀你，知我为难。看似今少功力，算我不分。几位快啊参兄外，礼数应当。听清观清，落落堂堂，乱子混真英雄，下你心肠。怕只怕他前途凶险，让我疯狂怨子怨子怨，苍天保佑也难成强。前面已是康庄大道，小姐请放心为夫，小生就此告辞。且慢，公子，此里离我相府不远，还请公子动到府中喝杯茶再走吧。多谢三金相邀，由我该是带来拜访。此次薛公子请辞别。薛公子多保前台观看。宋小姐，爱国子何曾离，在雪中。
年轻妇，花颜绿，情意茫茫。武则有在逞胸膛，怒操伤兵与父葬。好大的胆！谢妹的，也是你，叔公子，救救你，救救小女一命吧！你妇女为何随他去哩？妇女三嫂把相亲，为家不中被他抢啊！他见我为你无人了，我万丈将他抵押于何方？恐怖相你也赢了，你寒霜吞人，太不了！我你这，你往下地了！分明是你一怕无言，还不放了他的女儿。呵呵，谢妹的，难道你不怕死吗？路见不平，岂能袖手旁观？哼哼，刚才我没有带家伙，切了你的块，死罪。女儿，我可不怕你了，小子们，有上死！哎呦！你但管英雄杀人，傻傻的该死！公子，叔公子，你家公子一死，少叔父岂肯与你罢休啊？吾这荒淫无耻，凌辱妇女，我为地方此黑，理属应当。吾家官告四大，叔公子，你还是快快到省去吧。大丈夫关注官当，我是盗贼，岂不连累他人？哦，老爸，这里文银无量，你说就离开此地。那你，我往西安府衙门得案死事。叔公子。是美丽，谁知他犯了什么罪？王岁回来是真的疼。王大人，我倒是在
原来是陈朝大计。王大人，徐美金是个爱当不平的好人，他犯了什么错？他一拳打死了吏部少司吴公子，犯下了命案。当时有吴公子，哎呀好啊！为民之害，不能把坏人心。好什么好？这可是死罪。哎，王大人，徐美金已有的，你做得了他？哦，徐美定乃是个官做官道的大丈夫，我把你人关到，他是来对我了。王大人，王大人，哎呀！闻听此言，凄凄。是公子当时无多，凡事宜。年宽恩人不胜心中有神，可是官道公堂上宽一宽自负。来了，夸夸成瘾，夸夸成瘾。对着有些高明夫人，哼！无道之父，黑父人。经常呕吐大胸印，从来不曾免离子。下官该死，下官该死！哼！
个广度，但管当时无儿，百姓就不用死了。我这不下官在，快将这杀人凶犯当堂赐死，以偿我儿之命。这什么？上次杀人杂文是由本府城承担，由高明夫人承担。哎，下官还怕死了。夫人，我就来抬个当堂当死，替夫人消冤家恨。这是他万国之神，务必斩下，连上司也不为再举。好，只要你替我办了此事，我即刻写信告知我家老爷，必谈不为再举，还有你的好吃。是。来呀！有，带些买地。是。三堂。下麦定有礼。大下麦定，吴公子可是你当司令？是我。你因我但是吴公子，我不快从这找来，不必多问了。是，不必多问了。来呀！与我狠狠地打。且慢！已经审问先应大印，请问大圣，你可知王法？是故杀人偿命，岂用你强辩？呸！中央一子何作为？王爷穷是因为受害百姓其之怒，将他当死于红尘。你这个狂徒，当时成名，万世不摧。今日我就要你将我儿偿命。是啊，杀人偿命，枉法偿命，就有这么一条。来呀，与我狠狠地打！且慢！你是何人？与我私藏公堂？我哪里来的野丫头？滚出去！是，滚出去！且慢，大人，他乃是李相国千金身边的贴身丫头，名唤陈草。李相国千金的丫头，你到此作甚？我到雷公堂困府的大臣审案。哼，一个毛丫头东西什么？一个毛丫头懂得什么？大臣，我是奉命而来。奉命？你是奉谁之命而来？我是谁呀？是岁有神了。李相国在京里，府上只有小姐。哎呀，对呀，我就是小姐叫我来的。什么？小姐叫你来的？是啊，小姐不叫我来，我过来嘛。小姐叫你来做什么？叫我来看看府台大臣审案到底审得公不公，正不正，清不清，明不明。哎，本府审案向来是有情有义，哪有不公不正？那你依照问情，先用大印，这算的是情，这算的是真吗？这不是在分吗？谢美丽，你因我但是吴公子，万不快从这找来。大圣，我多强张若林，我好言相劝他当我赢，张氏有
兄恨民女，我为民慈恨把真情系。哦，原来是吴公子先当死了民女。原来是吴公子先当死了民女。王熙，可有此事？哎呀，大人！民女张若莲路边断了尾，凶器是宝剑，身形两尺分，无遭一言明与抗，不作证，可举这句话，愿我是脚不停啊！小民千招不肯还，错杀身亡家人间，小民一时不做到，我儿人命大是天。国法后分归于前，皇子杀人死难免，神力是力不上世子，国法岂用神情天？你这个杀人凶犯，我儿乃是金子牛爷，你有官者当官英雄。是啊，吴公子作为差错，是与帮扶兵部二代与你何关？你算是英雄谋王法，啥不从年就把那碗了得了，叫他压下去。吴知府，你到底要将那谢美玲怎样处置？当说是从年举办。状况啊，只怕不能从严，也不能举办。为什么？吴知府，你是朝廷的官呐，还是吴家的官？哼，鹰狗唱，马恰也想唱。一个毛丫头懂得什么朝廷官、吴家官？一个毛丫头懂得什么朝廷官、吴家官？莫看我是个小小的丫头，就连一根小刺我也挑得出来。吴家的那个畜生啊，一天到晚只听见他强抢姑娘，妄言不发。你这父母官的耳朵不聋，眼睛不瞎，人民百姓叫苦连天，你简直个这副无神，简直我为民生冤呐！你放肆！我儿终于查出，在这公堂之上，要你立部一个丫头儿来督管严事。丫头怎么样啦？有理通应天下，无理寸步难移。丫头岂不能在公堂上说话了？那么你既不是大老爷，也不是小官人，怎么也跑到公堂上来了？难道只许你在大堂上颠倒黑白，就不许我来分清是非吗？这丫头的嘴巴好咧呀！谢美玲当是我儿，难道我不想他偿命？至于一命抵一命，你儿子当事人，难道我要两国子来偿命不成？你他丫头不知怎预备，高明面前不机会，啥非看你自成面，叫你先前眼前会。小小高明有什么了不起呀？你万官杀我生气，难道我就当不得你？夫人息怒，夫人息怒。好，你打，你打呀！两面也不关当，你这高明夫人的威风啊，还是拿到别处去死吧。连我这个丫头，你当我要讲些好理？好，我不与你这丫头斗讲，我这个下过去。我家老爷与李相国就是同乡，又同朝为官，此次今天相见，情深意重，就是相国在家，也绝不为贪污凶悍。是啊，
谢妹的理想国非亲非眷，希望帮他说话。伍知府，你要当机立断。当机立断，当机立断。来啊！慢！伍知府，你到底还想不想做官呐？做官！哎呀，陈朝大志，谢妹的理想国非亲非眷，要你来多管什么野事啊？非亲非眷，那小心会叫我来嘛？哎，这话倒有点道理。有什么道理？是李阁老姓谢，我是谢美婷姓李，谢美婷说是李阁老的儿子，我儿也是也许做怕。虽然不是儿子，但也同儿子差不多。是什么亲？是讲啊！什么歌？是什么亲？什么歌？讲啊！讲！四姑爷，你四姑爷才要开满堂金灯，四姑爷，四姑爷，四姑爷嘛！一故事在下女婿，一故事上是亲手，两座大山一头顶，这案子叫我是何生是何生？我说王人哦，两眼看不清，心中别别跳，看来我这头上无纱，要两接别人，两接别人。伍知府，李阁老没有女婿，分明是贪污18堂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儿不久前向吏部求亲，哪有什么故意？陈超，你说谢妹你是李相国的女婿，此事到底是真不是真？哎呀，是真不是真？你管侬写根字一根毫毛，你就40块，哎，你就40块。伍知府，快将谢美玲我当死！伍知府，快将谢公子好好施法！我当死！好好施法！当时不要闹了，当时要闹了！你们一个要打，一个要放，这叫我惹谁哦？伍知府，你是听这丫头的话，还是听我高明夫人的话？我是听高明夫人的话。伍知府，你是听夫人的话，还是听我家相爷的话？我当然是听相爷的话喽！真正气死我了！我的神，你将这些针与我狠狠地打！官当起我来了！我陈超虽然是个丫头，但不曾被人当过。好，我今天就要领教领教你高明夫人的威风！羽毛当！不要闹了，不要闹了！不要闹了，不要闹！不要闹了，不要闹！不要闹了，不要闹了！不要闹了！哎呀，王熙，大嫂，你管此事怎么办哟？哎，
人，啥是西门町估算是李相国的女婿，那你往怕他什么呀？你对这不过，对这不过。吴知府，吏部尚书正是你的顶头上司，替我修书一封，告知我家老爷，可你这四品官做得成，做不成？啊，为父。王熙，大人，这是难办哟！什么难办？哎呀，西门的这是李相国的女婿，人命我再大也可不了而了之。仔细想来，李相国一向在即，夫人早已亡故，这是谁的小姐对你亲你？哎，莫非这丫头？光在公堂之上冒人故也，有了！待我带参操一起，等到小姐面前当面一判。哎呀，冯大哥，真假难了断。加小心，哎呀，加小心，是说吕贤堂。借小计，哎呀，借小计，虚实换过奖。新交警，参差不知忙。参差，参差哎呀，参差大吉啊！你倒是快点跟上啊！哎呀，吴知府，你是生得这小叔叔，我2级岁是黑面的。哎呀，你叫我怎么跟的？你上哪？好，那就让你在前面走，官府的轿子跟在后面，可好？衙门，让开路，让参差大吉谢应。是。从来是做南山在家风渡南
问亲不老，连迫我往上攀心口上纠结，今夜难，黑夜难，事到事情难。陈超，哎呀，陈超大姐啊，你怎么又过这了？我最不懂了停！哎呀，陈超大姐啊，是我事关重大，下官坐立不安，烦陈超大姐担起精神，快走吧。哎呀，你急什么？哎呀，真是急急风偏偏遇上慢郎中，陈超哎，这也慢不得了。好吧，顾知府，那你先走吧。哎，陈超，是你在公堂之上指天指地，人血美丽是姑爷，自己班夫将你带入到小姐面前，逮捕实证，你却这样慢慢腾腾、拖拖拉拉的无言是真，哈哈！莫非你在捣鬼，哄骗班夫不成？顾知府，你说话可要当心，当然相夫小姐岂为冒成姑爷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快走吧。好，走，起轿喽！陈超，你在挂啥名堂啊？我的家你伤了，我弄醉了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哟？怎么办呀？知府心急才得急，陈超心意难前进，小姐这归万岁，误了公子心我成，我把顾长生说起，了无一起，难关人。陈超，你讲好了，快对了，快对嘛，快对嘛！又来了，管他知府心思狠，我吞事情马起。陈超，你打赌这么一回事啊？什么一回事两回事的，反正
今天是睡不动了。这天都快黑了，他就要把明天再上。你不是诚心在刁难本府吗？哎呀，老爷，这轿子不是空着吗？对，陈超，今日本府把轿子娘接你走，带着你进相府。不行！怎么不行啊？我一个丫头守在你知府大人的轿子里面，绑上困境是要笑话的。不说。谁笑啊？你呀，在这轿子里面这么稳稳当当的一坐，我在外面把轿帘子这么轻轻的一放，外面宽不到里面，里面宽不到外面，谁知道里面走的是小小丫头？这不是连旁人都没问过去了吗？什么？你是什么？丫头在轿子里面稳稳当当这么一坐，再把轿帘轻轻一放，外面宽不到里面，里面宽不到外面，谁知道这里面坐的是一个小小的丫头。有了！什么有了？知府一言为的心，为了交际梦传真。西城丫头扮小鸡，梦闻在无独陈朝大姐，请上轿吧。既然知府大人一定要叫我上轿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吴知府，下官在，是黑了斩。陈朝大姐，请上轿。明路开堂，明路开堂。起驾了！去谢公子闯关，在闯关为保沙门，神气与贪生，一心盼高子，何妨举动转？何妨举动转？吴师傅，你放心呀！上坡
就要进去了。啊，你要先进去，起。相府门口三出警力，为朕通报启光进上。凡参照大旨，先去禀明小姐一声。那你就在府门外等着吧。参照大旨，参照大旨，务必迅速一点。哎呀，哪有这么快呀？我小姐回京可成，也要万万路山，寸寸君子，妈妈香粉擦擦胭脂啊。没有意思，一对三客。哎呀，你这就没有办法。我安心心在这里等着，小姐几时转见，我几时来起。是。哎，真是据陈朝使团三出京，见小姐时常举从前。何事情况？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！出了什么事？我的公子被人打死了。我还以为是谁私自踏进小鬼。怎么，吏部尚书的公子被人打死？难道不是一件大事吗？并且为非作歹，横淫霸道，将他当世之臣，也是个英雄。
这样子嘞，倒还是个英雄。始终还是个英雄。小姐，你可知道我当时误读的是谁？是谁？是那西梅提。徐梅婷，他以我当是五公子。哎呀，小姐，我真想帮我脸，预备公子来长见。他们心醉举恨一起发，实可怜命一命伤亡前。公子他我命运不在陈小姐，当时我才信。此话当真？那位家弟，此今是公子已被西王府举捕而去了。学妹的衣服接下去，小姐，小辈实在上街卖线，快将官兵押着西公子，押着府衙，因此小辈跟进府衙看看。只见杨公他在公堂上耀武扬威，不知负他。宁将公子，我当时才当见。哎呀，陈超，公子有恩于我，事情女人，你要想个办法解决他才是啊！到现在想办法，只把公子早已死于半夏了。小姐，是小婢一时情结把公堂闯，在成都他心。好一个聪明的陈超，你有何计举公子？我和公子省亲啊！对，他与相夫成了情谊，让他自负也不怪偏私。小姐，母子很亲戚，他定要亲自来看一遍。母子夫一在出门专等隔壁把话言。为君英雄全身情，这也不算月龄。师父在门外等，为你且从劝，列他相扶往来宾，难且自负心，去算相扶所终身。怎奈公子心系不心理，所情深转于冤情，我与那高明夫人真相真，只于亲戚才真得意。大比你把我情深，是算是一亲戚相近一层。难道你把兄妹分？弟兄们，恰比兄妹还要亲。比兄妹晚亲，那是什么？哎呀，那是……哎呀，陈超，你到底生了什么亲呀？是什么？是你讲啊！无奈将他当孤一生。陈超，你生了什么？姑爷，嘿，小姐，陈朝父子说亲近，
是哦，几人也。去花家不是黑，去花家不是黑。小姐，家法在此。哎呀，小姐，去花没过错，你为什么要当我啊？谁与当你嘞？叫你当他。小姐，你为什么要当他？你问他去。陈草，你究竟犯了什么过错啊？我替小姐找了一个姑爷。姑爷，哎呀，好啊，小姐。陈草，你这个贱婢，尽管在公堂之上行客之王，无言乱语，可我不当你。小姐，算了算了。陈草，你真该死！别的可以生，哎，姑爷也怎能乱生啊？陈草，你倒是说看，你说你那个姑爷长得好看不好看啊？去话，长得好看不好看都不关我事。是生一声姑爷啥要紧，偏偏不肯，又不花银子，不费力气。要是我陈草啊，哪怕是千生万生，我也管生。见不消太华山上今生君一生把你听，今日里曾经早取经小姐，这样看来，你是生他也生吧？哎呀，去花，你晓得什么？老爷在朝，官居阁老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岂用外甥乱冒刺青？倘若弟弟拐着下来，有谁担承？小姐，此次看来，你自己是情愿的，只怕老爷他不肯。陈超，事情之父许在门外，我快你事后收场啊！那很容易，撤去我那个无毒的知府手，新媒体我是我家姑爷，你要将他不必这个傲语对我不管，只要薛公子又会怎么想呢？管他怎么想，现在的人啊，个个都是没良心的。今日虽恩，明日待你，薛公子平时就要被人上去知恩不报，他算是天下第一大傻瓜了。我一个做丫头的，又没受过人家的恩，要我来费什么心？走，为知府的话去。小姐，他走了。陈超，回来，回来就回来。陈超，你忙什么？话音偏离情。夜里才夜醒，眼看他才灵索，心情带坏。
去断肠，那宽喜与凡人传，必是我官作为你配，无奈立法难从权，要我在知府面前才知情。小姐，小姐。关于您事也不远，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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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生也罢。菊花，你过来。事到如今，小姐不生，只有你生。我不来，好端端的就身上个姑爷做甚？哎呀，谁叫你去生姑爷嘞？我长不像，我长不像。哎呀，只要你端起小姐的架子，告诉她姑爷是真，就完了。哦，端起小姐的架子，告诉她姑爷是真的，就完了。对，就完了。这倒便当。挖进来！哎，伍知府，身在相府，只争地头，不争抬头。恰是为何？我家小姐脾气不好，不许人家退款，谁要款啊，黑身就要死啊！好好的脾气呀！哦，我记下了，凡参差大计，这帮多多用心。千万叫小姐这个狠是少狠为妙。这故事说完，起。小姐在上，希望知府无惧有礼。伍知府，下官在。今日到相府来，有什么事吗？小姐在上，下官有事不明得的到府请教。叫你问，你就问，问过了，我告诉你就完了。啰里啰嗦做什么？哎，这个小姐怎么这样粗糙？哦，这有何公子单是民女张玉玲与下面的路见不平，原来参差大计是姑爷是真。是不是真得的到府请问小姐一声，那么小姐不吝下告。亏死了，亏死了！
对呀，薛美丽，这是小姐的姑爷。哎，小姐的姑爷吗？哎，这是我的姑爷啊，我都注意他了。你赶快为父将他放了回来，不算的话，写信告诉老爷，催你的亲，不你的笔。吴师傅，你好不规矩！生得相夫，一个就像乱珠一样，居上又落下，落下又居上。哎呀，陈朝大姐，她分明是个丫头，你为何叫她来欺骗于我啊？你怎么知道她不是小姐？像小姐那是大家闺秀，举止端庄，她分明是一个丫头。由此可见，谢美婷并非相夫故业，对我为呀从年就把骗了。吴知府，我家小姐小妹妹。小姐在上，希望知府无尽有礼。府正大臣免礼。府正大臣免礼，我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去花小姐宽恕，谢受。府正大臣来意，我已知道了。举身为民，自他害，外王贵妇兵公断。小姐，这下官官卑职小，我儿不能自夺。吾上书宗室亲兄，朝野死于故人，大臣秉公求退，何惧自愈？小姐，礼部作战前下官，将的后征兵工团，上飞过劳东昌许。那的清官因为权，请问小姐，谢美婷是被贵妇东厂？小姐，哎呀，吴知府，相夫小姐是这样答应你，你为了他更问题呀！哎呀，陈朝大姐，实非小姐轻口出行，哪能觉得过无上事理？小姐，相夫女婢，岂能骗你？小姐既然说，下官就安心为呀骗了。陈朝，她真的是小姐吗？难道为假的不成？他是假的，难道我是真的？陈朝去话，挑起之理是。他的小姐办件大事，真是三生有幸，三生有幸。想不知道，别人生我官者，死我节代。待我写信报与相国知道，免得无常事常来多事。小姐，下官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吴知府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你难道还要反悔不成吗？你不听见，放在知府手上，要送信色情报与老爷知道，倘若弟弟拐着下来，有谁担承？常言道，娶媳妇难免要经过母面，事已至此，
苏醒古馆斩落江，我们准备一同进京面见老爷，证明真相。哎呀，好啊，去！要去你去，我不去。哎呀，好啦，你自己在知府面前连女婿都成了，如今啊，你自己在老虎背上上得去，下不来啦。小姐，事到如今，你是一官子当到底，说不定啊，还为农家成真呢。小姐，小姐，你这个死丫头！你这个鬼丫头！你这个傻丫头！几番，我欲为把婚事定，何来许些美丽？偏于陈朝官作证，公堂起奏杨夫人，我上书朝房把裁判，老夫欲看也难分。但愿得我的儿今岁归寻。清兵相爷10万夫妇进场，王守培前来拜见。哦，新婚夫差人来，听说有言。才王守培觐见。是，王守培觐见。欢欢喜喜关到底，替我老爷报喜讯。王守培，今日相爷脸色不好，你要多加小心。是。相爷在上，是二夫随备王喜拜见。罢了，王守培到此何事？夫正大人之命，又有书上大相爷。呈上来。是。西山宽城城中根，几位相夫吹龙须摇，希望夫是当迎进来，当时我都怕负债，何时成婚送进来，妃子管小房顶里呀。为怕礼部死对，好一个糊涂的知府，真是痴人说梦话。相爷，规矩什么规矩？规矩是美的，
把个该死的吴长史公子当时正原是危然失信，西安府已经查清案情，将归婿找得十分最道。哼！公事相爷，后事相爷，归婿才貌双全，英雄无敌，宽参。自可！你可在千夜方丈后听候转交。是。相爷，相爷，我家小姐与陈草来了。哦，我知府做梦，难道我女到此也是做梦不成？佳玉啊，在，请小姐觐见。是，请小姐觐见。我儿罢了一旁宽恕。看见老爷。起来，儿啊，你三人到此何事？女儿心中思念弟弟，因此得礼到京，快望弟弟。我儿倒也孝顺，哪知了思念还有什么事？玉帝是为农家争争。是啊，相爷在京，官居水乡，年纪高龄，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该是多么疼爱呀！疼是有疼，爱是有爱，只怕事到临头也就说不得了。老爷，此今小姐在家，恰被人欺负了。我人如此大胆，还欺负你家小姐？弟弟呀！一人怀怨配华山，偏于无道将而返。他曾以灵索四条笑，为儿去还心中光。今夜披笑脸，同谁哼，无动之子是此苦哦。是啊，老的女儿女生出门，她就关于营地里，也把心事搞懂死了。公举道，要他就手，就像托王爹呀。我儿被他领着后来是何特生？老爷，明玉堂贤美的结不正与不惜美的。面貌苦情自分地，故意强能的盘人，万佛情人保佑是。是啊，薛公子真是有个奋武双勇的英雄，千万副百姓，谁人我知，哪个不晓？哼，夫人叫你在老爷面前夸奖些美的。老爷，只因为他是小姐的大恩人，路见不平拔刀子，困去回，一块无言在心lòng心。弟弟小妹听
那就请他去相府玩玩哟。爷呀，我们请薛公子到府上喝杯茶，和薛公子说高情深义，杀于他时不便奉陪。自可。弟弟，你为何生他们欺你？弟弟，女儿在家陪人起舞，快与兄妹丁相聚，方在陈草去花树叶，独自射尽。弟弟，不要生气了，不要生气了。儿啊，外间飞女乱弹，12人须心美的，你不为官居节品，岂用违法受门庭？必定是前面因为你。今日定要将法言。老爷弟弟，兄妹丁杀子于冤。哼，杀人凶犯冤从何来？这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。原来老爷都那个希望府的无知府，你为呀？今日陈朝上级跪在地上，老爷要当要杀，我都无怨无悔。你苦恼也！小女女在家夫人关心关双人女婿穿自装，家不理见不顾，还为门风难自宽。你们说是谁在西光府公堂将西梅丁生做姑爷的？是陈超，是菊花，是女儿，是陈超先生，是菊花先生，女儿是。哎呦，好体面，好光彩呀！老爷，常言道，为官要讲理，请问老爷，我的当时女长女连西梅丁如今不必台面申冤，何才之语？弟弟，西梅丁负债，负债。生来阳光在公堂上为国之父，也不谢公子，是为小辈所知。关谢公子大举小济大恩，将事务事好，此段知恩报恩，取成一命。生在陈朝，无非是个小小的丫头，有何办法？且以相府之名当一当旁，因此闯了公堂。谁知西王府一故意要将谢公子立碑帐下，这些之下有人救的公子，故而陈朝三妻死破灭罪，全用阴气压他，也是出自府内。你做的好事啊你！弟弟，女儿并非欲将归去，不过为举神一命。弟弟，为何是此不来见
我夫绝官为民，天子是十分依从。你乃身为子女，尽管啥事生病，叫为父这招，唯一是命运同朝，私教繁忙，此事断算难用。加油，再去拜访四宝。是弟弟意是何？万事无之父，命他将西北庭从年举办。弟弟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！加油，再往西北。是。心事大，引进空切西家郎，道路神传是我需，老夫不认他东厂，三夫京都见我面，升官配业将你上。相爷，王水培在。这封书信命你转交户之府，命他召集营事，不得越户。是，弟子不言。许得多言，你去账房领取本转，明日送回西万府去吧。是。层草写翻，把床堂扫了荡，终于高明断了罪，到事情全套组成本是配。小姐，这一位郑夫人，俱和你们运气了。此情是无归把门开，去宽这一番。王岁辈，陈朝大姐，你叫我有什么事吗？王岁辈，我家小姐听说你明天就要回西王府去了，本命小婢前来请你，有些话要吩咐，有些东西要带回去。陈朝大姐，我奉辅政大人之命，上京来替姑爷报喜。一段高兴上京来，谁知个老年事变，写了回书交回去，不知其中是何意。王岁辈，我家老爷的脾气啊，甚是古怪，脸上高兴时啊，心里总是在发火；脸上难宽时啊，他却高兴着你。王岁辈，随我来。是。陈朝大姐，
这里是什么所在呀？只看的别致，玉砌的栏杆，瓦灯雕梁，真是富丽堂皇。这里是御笔楼。哎呀，陈超大姐，你怎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了？我还是快追吧。陈超，哎呀，王师妹，我家小姐来了。小姐，陈超，这乃是当今天子，是与我家老爷把你国家大事之处，吕中若是宝物众多，并藏于朝廷之高，凡臣无尽此类，定在不少。你怎么带他到这里来了？小姐，陈超，叫王师妹起来，与我在此，不用惊慌。王师妹请起，有我家小姐在此，你不用害怕。王师妹，小姐，多想才平，一丝归，礼品几件，清得回，吩咐童儿自应无金元宫梨花会，肯想何必天里去，曾来言辞相诺归，殷勤臣儿不自负。了一片关为记得。叫陈超将礼品交谁陪？让他早去莫去陪。好晓得。哎呀，小姐在了，我也赶快离开这里吧。消息谁了？有我在此，你不用害怕。菊花，菊花，你到门外去看看，啥子老乡又回来了，你别大声地咳嗽。我知道了。王师妹，这里是早文台，你一封信不问金婶婶已经应我，婶婶应我叫去李家养娘，这封信交给官家利用。是。王师妹，我家老爷写进五子府里那封信，你方才信放在这里。这封信关系重大，我很小心的。我看啊，也一起放在早文台里，免得弄丢。王师妹，这里是100两银子，是我家小媳赠给你的，也是做路费，孩子买礼物，也一起放在早文台里。哎呀，到底是相夫千金度量大，为体贴人，好小姐，好小姐。王师妹，送给吴家奶奶领路了，人叫他人间神好夸耀。来协商。自不断问与功劳，曾
姐姐要一旁，岳父正协商。再送你几瓶老酒相公平。一定没和你有功劳。王水辈啊，这是京都带来的糕饼，送给你家小少爷。谢小姐，谢小姐。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爷回来了。哎呀，我命秀姨，我命秀姨。哎呀，王水辈，你快去赌一赌！哎呀，你快去赌一赌呀！哎呀！陈超，快出戏！是。一封书信是帮，引进文儿许家郎，道路成衰是我许，老夫不去他东厂，随父京东见我面。升官配衣将你上，小姐，这上面是什么呀？弟弟不认此情，你家公子手机姐姐领上。哎呀，这钱是金川，也快许郎明早起。这真是颠倒黑白小是非呀，亲爹爹不肯无奈我龙群少岁，文不济。小姐，把戏收了吧。不行，我这副堂为戏，王师妹死后交开。小姐，那么我与林仙一双吧。此去不动，有无老爷临水，似乎爱的不你。小姐，我不将书信给一给。好一个小苍草，聪明绝顶，一句话勾引我转关所见。是啊，这信能不能给你？老夫不去东上去，随父京都见我面。小姐，什么叫做随父呀？西文府乃是山西随府，是随父，是随父。我不将父子
加添一壶光子头，改为首府京都建我名。这岂不就了薛公子的名吗？对呀，小姐问一句：老夫不去东中去，老夫不去东中去。对了，当朝李世民被秦桧怀在暖牢，徐茂公失所内，不是暖牢李世民的不是，加上一横一竖，改为本事。老夫奔去东庄去，老夫奔去东庄去。好啊，小姐，我也讲点吧。陈操比你是薛家郎套路成才是我许，老夫奔去他东厂，随府京都见我面，身归配将你上。这下是公子回去了，小姐这一次呀，可真了农家成真了，恭喜小姐，恭喜小姐，嘿。王水杯，知道大姐，相爷他醉了吗？相爷他已经醉了，你是说李靖切莫定律，快醉，快醉！我醉。姐姐事情办的时候啊，大臣，此番进京大得意，满载而归，路不必耶。相爷亲手写为书，小姐送礼。许多瓦礼，什么？还有礼的，赶快给我拿过来！大人，礼物已经送到后衙府城那里。好，哎，相爷的为书，写块相爷的为书。哦，为书在此，为书在此。书信18号，延庆分界谢家郎，道路是称自我事，老夫搬去他东厂。首府京都见我面，三官半夜加你上，三官半夜加你上，嘿嘿，哈哈，嘿嘿哈哈哈哈哈！老爷要升官了，老爷要升官了！大人，被
随着此番进京，相爷找得的甚是殷勤。另因之事，小姐得名陈草丫头，请我在御别里相见。这御别里乃是当今天子死于理想国办理国家大事之处，内中亲事的宝物增多，并仗朝廷之高，凡人无尽此类，定账不少。小姐要我前往向大人道谢，你看一张好长的礼当。这是小姐的恩典。大人，下夜送我路费，小姐还私房送我100两银子。100两银子，王水呗，大人，你此番进京可是万载而贵呀！王水呗，大人，你随了小姐的丧事，就该为小姐好好办事。知道。有请谢公子。是。有请谢公子。谁敢当主树上宾？安自此中不瓦应，心中串在警惕。谢姑爷。我乃阶下之囚，是此兄弟，恰是为何？姑爷言重了，言重了。起初下官不知多有得罪，还盼望姑爷施罪。我并非李府什么姑爷，既算出了神命，实见天后赐子，何必装腔作势？姑爷不肯讲离府之事，真是拼得高尚。听姑爷话中之意，心中尚有余分，此事千万莫使下官为难。你一出堂，我就看出你是相府的姑爷。你今日不认，我也不敢相讲。我们彼此心中明白。见此情形，心中疑，欲小贼何曾把情提？太华山上没影，不劳东去雁西飞，话音相聚听长思，恰叫小贼和你相父女，灵音是比情呀心，怪不得长公堂生了阴情，我每天也当讲，请你来听。谢姑爷，你看看，这是国老三语，三府京都金木面，便有白夜儿子。何况小姐正在京都，岂非又要与你们完婚之意？请与本府一同进京，尽量下夜都有他风。这不关我的事，你说判我无罪，就该将我释放才是。每听死后可以为家，后续杀鸡。要是下夜向我要人，我到哪里去找你呢？要我上京，万万不能。
好，上京之事用从长计议，七姑爷还听，谢谢。谢姑爷，请。王随便大人立即准备采集8月，上司官须上京4时，官须上京，宋姑爷上京4。是东啊三圈啊，山西观战神山子当家哦，他进宫当家，命他上去。是。吴知府，我儿之事是否决断？你儿单是民女，力盖上民，还有什么决断？哼！无毒知府太偏心，关于天官相抗衡，我家老爷发雷霆，由于命令理不应。哈哈，我只要上京哩，上京就要跟你的官职，叫他立是身份。呵，你睁大眼睛，夸我此举一日3升。哼！休要妄想，这与我上京。哼！有了这个金的，收了你这个银的，你什么心？这是国老水语，这比三字低一级。有了他，血脉的不要是单是1条人命，就是单是100条、1千条，统统的不要上命。此时来，你要将他释放。我不但要将他释放，而且我要请送上京都交予国老。你有此当了？哼！我是曹操浑身是宝，这国同他一同。哈哈，来呀！有彩蛋起来，送关须上京。是。归须上京，不得喧哗。你不要得意太早，一旦犯在我老爷手中，定不少你狗官性命。今天我可不怕你了。来啊！有彩蛋起来，送关须上京。是。归须上京。
相爷。启禀相爷，3时32分，布政使带领文武官人送来红礼，要为小姐红喜。啊！不是，小姐后事正确，是属于我自取。是慢，为我两省官员同来请我，此事定算有因。假若在来人不可怠慢，暂请宾馆稍待。是。陈超，老爷有何吩咐？陈超，西王府可以什么消息？陈操怎么会知道？小姐可以书信回去。没有啊。咦，老爷，你不是有信就武知府吗？相爷，13道御史带领文武官员送来红礼，要为小姐红喜。老爷，你什么时候替小姐定的信呢？哎，哪有此事？哪有此事？贾元，在将来人统统自取。是。慢，老爷，这样一来，岂不要闹出笑话来？贾元，请列位大人话天少说，民众官以礼相待。是。糟了，糟了！无端手，非你才，为我满藏狐狸一起来。老夫为官肃清善，何人将我玩笑开？老爷，真的要问婚，那小姐一定都没有准备，等我去告诉他。慢来，相爷。相爷，启禀相爷，京中督察院、通政司和吏院、专事院各自接老爷，为大理台上拐了后路，各是在一起，举杯而立，要为小姐红喜呀！呀！哎呀，老爷，事情越闹越大了。相爷，国官还在府门外等会，要请他们进来，万事不要。老爷，外省的官员都已经请进来了，尽管怎么当家呀？贾元，在请列位大人话天少说，待老夫出堂见机破灭。老爷，你到底要将那谢美婷怎样处置？一名西王府斩首了。哎呀，老爷，可能是别的什么人替小姐定的亲呐？下去。相爷。许太师带领国母大人到府红喜。相爷，相爷，家园才快这样，老夫请到走马迎接。是，相爷走马迎接。老相爷切记婚庆之际，我等举后来自办个结婚。奇怪，不顾什么？不顾老相爷宣德家训，你不宣，这真是太不像话了。是啊。不管
管惊动六位大人，不管惊动六位大人，这只有此理。老夫已将此事罪名身上，龙颜大狱，一名王公公败了而立，随后去到。老相爷得到王府，功高受禄，这荣耀也是理所当然。王公公到，老相爷请。请。王公公，王公公，才是王公公为大臣甚至祥，奉天承运地诏曰：身上西门李相国千金选得乘龙快婿龙颜大狱，亲自王金千两每月发赏，并与士兵的江恩天成，所以李相国千金请我请此。万岁，万岁！可见老相爷不气，老相爷一次如此，可见是这三朝元老的忠心啊！哈哈哈！六位大人，实不相瞒，今日之事乃是天大的误。老相爷误什么呀？老相爷，今日此事已罪名身上，今日不忘还，可就是欺君之罪呀！六位大人，你我谈话，可不要误了这时辰啊！对，李相国，快请归婿出来与我等一见。快请归婿出来与我等相见。相爷。四万夫妇进前来拜见，传他进阶。四万夫进阶。王公公，史太师，罗布大人都来了。王公公、许太师两位大神在上，希望知府无尽有礼。吴知府辛苦了，夸请去。谢两位大神。老相爷。吴知府，老相爷，老夫的微信你收到了没有？收到了。是否照我所中应子？那多少？是吧？是非送来。送来了。下官是个相国之语，这是欢天喜地，谢姑爷在西王府。姑爷，谢姑爷呀，下官真光太嘛，三个小爷，五十大爷。你是什么？谢姑爷来了，在门外等候。是人来了。老王就说的一个人来了。你把我的书信拿来。是。老相爷，你怎么了？没有什么。老相爷，听说是女婿来了，高兴成这个样子许太师，谢姑爷那是文武双全的大英雄、大丈夫，
不但无意超生，而且身在侧中。对对对，快请关系出来与我等一见。过去。一位大圣在上，是美定有礼。姑爷有礼。哦，姑算是一表神才。是啊，薛姑爷一表神才，万不惊人。在咱家罪名身上，必是朝廷动了。是美的，我骂你怎样？延续哦！你想过苦不要无聊者，今日两人呐？请列位大人话天永居，待老夫与小女并当一切，列结成婚。请。趁草去花。叩见老爷。趁草去花，此信后人所给。陈少玉不识字，怎会知道？这到底什么手信啊？哼！你们这些该死的贱婢！老爷，弟弟不必责怪陈超，此信乃女儿所给。你做的好事啊你！老爷这么冤枉好生，你自己修书赋予别人，我们又是怎样得知的呢？此今满朝文武举办而立，无你婚事，我看你事后分别。这与何难？此情原被告举罪，与史太师同礼部从之，此案定论断的一清二楚，也让各位大臣评评理。陈超去话，起来，我们走。哎，妈，你若再明真相，你弟弟岂必于欺君之罪？哎呀，陈超，你看此事是恶是好？陈超机非孔明，更不管啥子生的，免得老爷又送我杀转去路。哎，菊花，你看是何？依我看啊，此事只能弄假成真，可千万不要弄巧成拙。哎，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圆满收场了。儿啊，你就将错就错吧。哎呀，弟弟，女儿当时真虚，不过一餐也是你问。现在果真将错就错，女儿岂非成了苟且之虑？哦，儿啊，哎，陈超，老爷起诉时都是陈超说出了事，要回要到，事情陈超啊，再也不管啥子生病了。去吧。老爷，你当初听我的那一句，我到现在都还痛着你。弟弟，我再也不提了。当也不许当。哎，不当。王爷骂。哎，骂也不骂了。老爷呀，沈家生在乡土里好传说，当时今为街灯端转，要我去花去传传。
小姐点头，自在还。倒有点道理。去话，有请姑爷进道。是，有请姑爷。宴席，我的好宴席呀！一见宴席喜不胜，这真是一表人才好人心。与我女8年成过合，这是江岸天作成。今日平开恰中线，千万房你要答应。淋雨也是风泡雨，我女面前你要多关心。小爷插眼真殷勤，看起来三须子金城城，清心简单一妻女，永结乱世寒红色，恰不知小姐心中是何意。美丽要精彩，赢了，待我一死便知相爷。婚姻之事非儿戏，须是彼此多有情。我与小姐萍水逢，称为儿那是不应。煞非小姐亲口许，没定啥难把情意父答应儿当允，这真是正大光明的父母命，世间不用再去等，一切把你走掉的。实非小姐群云，实乃聪明。菊花，菊花，菊花，你家姑爷这一不用似乎是好啊。见了你不允，见了我家小姐嘛，是算谁答应了？我老糊涂了。菊花，快有请小姐。是，老糊涂，有请小姐。儿郎，姑爷有话要对儿请教。小姐，美丽那一件草叶之服，不管做夫分之想，作为免谢小姐得救之恩，故儿不愿请你来敬一拜。此经所愿以上，适当专为喜欢当此。且慢，公子，既然免谢小姐大恩，何不恭恭敬敬迎上一礼？是啊，承蒙小姐得救之恩，每天当
面拜谢大恩。家园吩咐下去，望邓去采中部之命，请列位大圣上堂观大礼。见礼，二代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上同房。的乘龙快婿，下官我不来，